啦，你讲要叫伊讲要出外方，无可能。但是呢，咱以后过去这8单7个单位，大家到我去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他们要起的几率就很高。咱嘛无可能看以前放放弃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8个兄弟姐妹，要传承起，咱要传承，咱才是无接度来打响。所以呢，第一就是讲，这个第一个逮得大风战，爱有潜力就是人才，人才要培养，要有专业培训。虽然跨国世界化，人才依然留存在，人才重要，人才足重要。所以第三，道务爱发展，伊要有优越法调好势。这个道务的发展一定要优越法，所以有的话叫做制度、制度甲自主。为咱做这个修道态度，修上天的那个态度，不把这个物件，一个公司敢无制度，一个政府敢无制度，一个宗教敢无制度，敢有组织就是。无这个物件你发展不起来，个人的总有限，所以咱有点社会认为我们这样就很好。其实拿出去到总会跟世界上比，我们还不及别人。这是一个熟悉的物件，这是因为咱了解，讲互咱大家听，安尼俩人才要培养，专业要培训，所以咱经营性能，咱今年的知识，咱有经典班、无体行为班，咱有迄个讲师培训班，有足侪班，拢而且清晰的，拢而且一直咧报，一直咧报，这是咱未来咧行方向。第三，道务要发展有优越法。组织团结的群众，同样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同样的时间，会当提升效率、提升效益的成果。发展爱靠组织，单打独斗不起色，要组织才能团结义和群体的力量，要组织才能使道务互补集体运作，组织善用义和德调，倍增实力。这是咱前年咱指示第二段话叫做传承靠制度，这都是大家制定的依循的规矩。就是参照立法院，它一定出来的法案，伊后边当中，咱照着迄个法案来行。第一，制度是你我共同道场的一环，制度就是你我公告道条一个环节。这个道条若无制度，立法院就参照国家无一个宪法，迄个宪法若无这个国家袂当永久。一个道条若无组织，若无制度，这个道条个人是个人的，后边两个人没有办法团结在一起。未来若当照制度定出来了后，照制度，大家依循制度，拢毋免争议。制度是义和惠命永昌的不变法则。这都是咱义和惠命英雄不变的发展，这都是一代传一代遵循的轨迹，遵循一代较一代的轨迹，这都是建立学修讲办政策的方向，这都是防止修办的脱序的行为，因为你修到那脱离这个制度，就是你违规，而且他讲你若违规国家的宪法，你也受国家给你制裁。差不多